我係 Vivian，呢間呢就係利東集團喺九龍灣嘅酒樓，咁啊環境呢就係咁樣嘅，咁啊有房有廳，同埋呢交通非常方便。嚟呢度食點心要試下呢一個佛跳牆，呢個係佛跳牆呢係有鮑魚、有冬菇、有海參、有翅嘅一個佛跳牆嘅，咁啊，同埋咧佢嘅湯咧係好甜，咁啊必要試嘅。咁呢一度咧係可以搞活動，做 DIY， 做燒賣嘅 DIY， 咁同埋咧做餐飲、開會啊、旅遊團啊、研學啊，10個人食飯我哋都可以做到嘅活動。仲有我哋嚟緊仲會有啲拉麵嘅一啲 party 活動，可以俾大家同啲客人一齊拉麵啦，一齊做手工嘅 DIY 啦，仲可以享受到呢度食阿拉斯加蟹啦、燒味啦、燒鵝啦，點心都好出名嘅。我係 Vivian， 搞活動訂餐飲可以揾我啊，即刻同你報價。